打前天那个在下面那个得了6条，很大，6、7两的也有。6、7两个啊，大板鲫，哦，爽。今天出来钓大板鲫啊，跟你们说这里有大板鲫，你们不相信啊？哇，有几啊，今天我又来这里，上次没有搞到，打偷了啊，有点不服。有人了，有人已经捷足先登了，完了，没有位置钓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对面？来，过一点。来，我在那个钓那个位置，我都钓了10几层了。那位置得，那位置肯得。那个晚上特别要紧，晚上得给我。晚上有时候看天气的，有时候得8、9个。弄10几了啊5几有，5几都有啊。反正就是3两以上到7两左右的那位置。3两到7两。嗯，我操，那边都钓太大的嘛。2个就挺大的。OK， 我去那邊耍。今日霸咗個位置，我老鬼講真，呢嗱覺得好事。你是不是和我朋友嚟咧？那個陸仔咧？我冇啊，你和佢嚟係咪？呀，而家發現我一上，他媽天天啊霸咗位置，我都釣唔到。